啊，高雄是自昨暗开始就一直咧靠风，面到这个所在甚至有测到11级的阵风。今仔日早起虽然讲高雄是无落大雨，也毋过这个风灾已经吹倒一寡空棒甲树仔，部分所在阁因为附近的大楼有这个风水口，所以民众行路是阁较歹行。 大楼的广告篷布直直雨风瞬甲强要飞起，工人冒险挂伫咧壁边，要来甲拆掉，这画面互人看到心惊胆吓。警方表示，初时暗时有民众通报，这个篷布强要雨风瞬甲落起，恐惊会造成意外，所以半暝通知广告商，请人来甲拆掉。已经很不稳，刚刚就有人车子倒了。受到小犬风台影响，高雄透强阵风，停伫路仔口的奥多摆倒几片，成功甲中华路口嘛，因为大楼之间的风愈强。 经过奥多摆嘛险啊，雨伞甲倒去，民众惊甲唔敢阁继续徛，赶紧转厝。我要去逛一去呀，但是到这边车子就不敢骑啦。那徛奥多摆真危险，伫路里阁有餐厅的空棒，雨风伞甲飞对大路的另外迄边去。高雄初五早时啊，上大的平均风速是5级至6级，专强到6级至7级，阵风是8级至9级，专到9级至10级。 市区和基顶部分的公园拢有树仔倒去，清洁人员是赶紧出动。公园那边都有倒树啊，这边过港隧道过去那个也有倒啊，树也有倒。有迄台也未附贴去，互大风扇甲强要散行去。美岛初时暗时啊，观测到11级的强阵风，顶仔卡的花卡即款物件，拢互风扇甲挡倒塞歪。受到小犬风台影响，高雄的风阁愈来愈强，民众也是尽量卖出门较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